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0月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42篇，诗篇42篇，出埃及记第19章第9到25节，马太福音第9章第5节到第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遮盖。牧师时常听到遮盖，属灵的遮盖，或是说牧师你是我们的属灵遮盖这一类的话。当然这个是从一些特会讲员口中出来的，就如同牧师前一阵子听有人这样说，哎呀，牧师你是我们的遮盖，就像那个出埃及的云柱跟火柱一样。这些的说法其实都有问题。圣经当中并没有翻译属灵遮盖的经文，虽然在原文里面有遮盖 covered 这个字，原文叫做卡萨，这是如同诗篇32篇第1节的经文，我们看3个翻译本，和合本的翻译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2019年的现代中文译本，它翻译罪恶蒙赦免，过犯被宽恕的人，他是多么的有福啊！现代的台语汉字2021年版，过失得着赦免，罪过得着擦消，这种的人是真的有福气。这个的字可是它翻译为遮盖、宽恕，也有擦消等的意思。那从圣经的观点来看，这个权柄都在于上帝。如同上帝带领以色列人，白天他用云柱，晚上用火柱来带领遮盖以色列人，是从上帝来的，不是从摩西来的。圣经中时常以云彩来比喻上帝的临在。历代志下卷第5章13节到14节，那时云彩充满着圣殿，闪耀着上主的光耀，以至于祭司无法继续主持礼拜。这里的云彩都代表着上帝亲自临在，并且以云彩来遮蔽他所看顾的人。按照历代志下的经文，当云彩在的时候，祭司就没有地位可以站，所以牧师不会成为遮盖。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第19章第9节说，上主给摩西说，我要在密云的中间来这里，让人民听见我及你的讲话，可以永远来信任你。上帝遮蔽以色列人，使他们得到他的保守带领，并且能够与上帝同行。出埃及记第19章的经文提到，摩西下山吩咐人民，要他们洁净自己，准备敬拜。于是他们洗涤衣服，摩西告诉他们，到后天一切都要准备好，同时不可亲近女人。第3天早上，雷电交加，一朵密云在山上出现，号角声大响，营里的人民听见都发抖。摩西率领他们出帐篷来瞧见上帝，他们都站在山脚下，整个西奈山就被笼罩在烟雾当中，因为上主在火中降临，这烟像窑里冒出来的浓烟，全体人民猛烈的战斗。这时号角的声音越来越响，摩西讲话，上帝用雷
回答他：上主降临在西奈山上，召摩西上山。摩西就上山去，上主就对他说：你下去警告人民，不可超越界限来看我，否则会有许多人死亡。就连祭司也必须先洁净自己，才能走近我，否则我要惩罚他们。摩西对上主说：你的子民不能上来，因为你已经吩咐我们要以这山为神圣，并且要在山边立了界限。上主对摩西说：你下去，把亚伦带上来，但祭司和人民不可越过界限到我这里来，否则我要惩罚他们。于是摩西下山，回到人民那里，把上主的话告诉他们。上帝以火焰遮蔽西奈山，在火山降临的山顶，那火焰就像火炉的烟，像是窑炉里冒出的浓烟，使得全体以色列人猛烈的战斗。这是上帝临在的记号，这是上帝用以保守、看顾、遮蔽以色列人的一个象征及方式。这样的权柄并不是从人而来，如同摩西所行的神迹，以及耶稣基督行神迹的权柄一样，都是来自上帝。因为上帝是世人的帮助与遮盖，遮盖是赦罪的权柄。希伯来文原文卡萨就很明白有这种罪得赦免的意思，就如同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诗篇32篇第1节的经文所说的，罪恶得赦免，过犯被宽恕的人，他是多么的有福啊！这是2019年的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。另外，台语汉字2021年翻译的过失得到赦免，罪得到擦销，这种的人真的是有福气。这也正是耶稣基督在面对那一些需要得医治的人说：你的罪得赦免了。耶稣基督说，对这个人说，你的罪得赦免容易，或是说起来走容易呢？我要向你们证明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请我们记得这句话，我要向你们证明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于是他对那瘫痪病人说：起来，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。那个人就起来回家去了。看见的人都惊奇害怕，他们颂赞上帝，因为他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了人。好，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，我要向你们证明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所以这个权柄是从上帝而来，给人赦罪啊，给人赦免人的罪。所以在经文里面，罪得赦免啊，罪蒙擦销啊，基本上这些权柄都是从上帝的权柄那个遮盖，是上帝给世人最大的一个恩典。诗篇42篇，上帝啊，我渴慕你，像鹿渴慕清凉的溪水。永生的上帝啊，我渴慕你，我几时可以到你的面前朝拜呢？我日夜哀哭，以眼泪为食，
仇敌不断地问我：你的上帝在哪里？我怀念往日时光，无限悲伤涌上心头。当时我跟群众同往上帝的殿宇，带领着欢乐的朝圣者，一路欢呼颂赞上帝。我为什么这样悲伤？我为什么这样沮丧？我要仰望上帝，还要再颂赞他。他是拯救我的上帝，在流亡中我心悲痛，因此我想念上帝。他使忧伤的浪涛淹没我，骚乱如洪水向我怒吼，像黑门山米萨林的瀑布滚滚冲向约旦河。白天愿上主显示永恒的爱，夜间我要颂赞祈祷赐我生命的上帝。我对保护我的上帝说：你为什么忘了我？我为什么得遭受仇敌的迫害？为什么不断的受苦？他们的凌辱把我压碎了，他们不断的问我：你的上帝在哪里？我为什么这样悲伤？我为什么这样沮丧？我要仰望上帝，还要再颂赞他。他是拯救我的上帝。感谢主临在世界，赐下你的恩典保守，以及遮蔽给我们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